是阿雄。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出来第5个啦。是，来到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块，你砸便宜哦。加5000块就摕到啦，对啦。好，今来介绍咱2队来宾，我是明星哦，阮子顺啊，子顺带伊的队友来啊，阮粉人啊熟的，粉人运气好啦，来队长子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鲍子顺，今日我做队长哦。是，嘿，一定要赢哦，一定要赢。顶抓来有赢无？顶出来跟他无赢的款。我甲你讲，阮即届哦，奖金加5000块，加5000哦题目搁较简单，嘿，甲拼落去就对啊。好，今日介绍你的队员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家爱，希望大家拢会爱。最简单，大家拢了解，吼，是爱甲爱哦，吼。好，来，搁杀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叫朱伟，我是一个教练，嘛是一个演员。哦，教练教什么的？我是教倒球的，乒乓啦，乒乓。好，来，搁杀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正勋。郑坤，我妈妈是高雄人，啊，不过你台北大汉。哦，台语拢讲了袂歹哦。好，来，搁杀落去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桂雅茹，我甲美秀姐共款拢住伫宜兰。我的爸爸是台湾人，我的妈妈是越南人。哦，大家好，好，我是欧美人呐。对啊，谢谢。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欢迎。咱今日有队好，甲好落去，好不？好，甲拼一下，好不？来，还有气势哦。你即摆要有阮一边啊？无啦，我是看恁气势摕出来就对。好，来，3、2、1。本人运气好，奖金我来讨。要摕奖金啦，嘿，你朋友要来摕奖金无？有，你要递奖金，阮这边嘛要递啊。嘛要来讨啊，就对啊啦。对，阮这边叫做拿色下叫，欢迎咱队长桂雅朵。桂雅朵，今日就欢迎再来家。好，来队长，你介绍你的队员。好，恁自我介绍。上简单。嘿，先练习一下。来，大家好，我叫伊优乐。你拄下讲是优乐啊，优乐。好，来，搁杀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天君，我是台南的外省人，车道都知道。哦，搁杀落去。大家好，我叫吴玉山，我是一个演员，嘛有伫学校教囡仔读册。是欢迎你。好，来，搁杀落去。大家好，我叫苏大，跟我甲志远款嘛是宜兰人，阮共乡的。哦，今日拢宜兰人对哦。上尾啊，你倒后倒的哦，嘿，安尼较稳啊。是。啊，阮这边嘛有队好。是啊，一定爱来。气势，加油！摕钱来哦。来。我来，3、2、1。拿线下叫，奖金阮摕到。好，毋过有当仔摕转去哦，我们唔知影咧。今日问咱的台语讲老师。是，欢迎咱的王秀荣王老师，破天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，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若色也粉红，互恁奖金揽规人。老师嘛，感觉讲因会安尼揽规揽拢摕到倒转去。爱看谁会揽无？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今日咱的第1回合资格赛开始。我来讲，你来摇。家庭内底派出一个人来讲，另外4个人来摇，上尾啊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我来讲。你来摇。是，啥咧？是我来讲，你来摇咧。哦，咱这回合吼，都是2边，分别派出一个人。你2分钟以内讲出后边迄个题目是安怎比啦，安怎演啦吼，你家己的队员来摇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看。啊，无咱2个替因赢。我替恁赢。好，来。1、2、3。哎，咱先。好，来，咱这边要派啥人？喂，队长。好，来，子顺来。加。来，你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啊，好来。2个字，这叫啥？这叫巴豆。肚脐。来。是一种果子，食起来甜甜，伊外口的皮吼是青色的。西瓜。唔是。伊的较浅的青色，差不多大粒吧尔。拢共一色。差不多大粒吧。那个哈密
龟，嘿是龟细粒的细粒的，龟条，龟条，哦，正确，哎对龟，香龟，来，哎，咱变数出来爱安怎？水龙头，哎对，正确，来，啊，有一讲物件三个吼，哎，囡仔最爱耍的，迄就是一个，哎，给龟啊，哦，两个字，咱你写字用啥物啊？有一种物件伊是食的，啊伊平常时候伊是生伫个海内底，啊伊的习惯咧无？那就三个字，黑色的，嘿，三个字，唔是我去食的，海草味的，这有多少？头毛，嘿，头毛啥物？头毛草，头毛是对的，头毛什么？第三个字，迄个米，来，咱过年时间上去拜啥物？足紧张。哎对，另外一种，新年无毋对，啊又摕一个迄个无？不是，我新年咱摕大杯啦。不是，摕一个迄个金色，无伊会互你迄落啊，摕一个我是什么神？是什么神？财神。来，正确，来，个就专门咧修理奥多麦啦，是要修理汽车。来，我爸爸的爸爸，我叫啥物？正确，来，哎，三个，完全无讲的所在，啊，会是啥物的？啥物？暗柠檬，三个字，不是乌龟，三个字。好，你讲有一遍，今日上尾第二无时间。暗搜搜，哎，差不多。搜搜，后壁搜对，搜对。哦，好，这个正对，来。哇，真正无鬼拢要出来了，来，车子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嘿，其实个速度吼，有影啦，有啦，若搁较紧，搁较济，搁较济分啦吼。就是一直讲就对啦。啊，毋过真好安尼，今日分数真好。嘿，咱即马得到10分哦，袂歹哦。先甲大家讲的迄个龟啊，吼，就咱一般麦龙龟，啊，毋过麦龙龟咱一般就是胖胖的龟叫做胖龟，袂当讲香龟，因为你物件若臭香气，像韩字臭香气，迄是臭气，所以咱台语爱念胖龟。对，啊，搁来第二个大家较客的就是迄个头毛菜，吼，啊，因为咱迄个就是叫做发菜，啊，所以叫做头毛菜，后壁迄字唔免变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换一队，看一下啦。派对，阿峰，来，恰，来，开始哦！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啊，两个你，请问叫就大只，身躯是青色，啊，尾你安尼砰，就大，空调，正确，来。两个是一款水果，会使煮火锅，也是青菜，嘛是青菜。蚵啊，唔是啊，你是客菜。来，你若沙聊的时阵爱摕啥物？有正确。来，三哩，迄小叮当放喺头顶，一直说会飞迄有无？啊，你若咧耍的是，台语，不是，蜻蜓的台语要怎讲？你正啥？正餐，正餐。不是，来，台南最好食的迄意思，正确。好，来，过来，两个你若想要结婚了，去拜啥？拜，两个你，迄长长的，会使披萨，三哩，你若咧起厝的时阵，下晡咧壁顶的，迄是，不是，头水，伊是人，头水，这三哩，用酸梅做的，也用水果做的，啊，有新的时阵就想要食，咸汤甜，系对，来，这看两个哩，一款动物，啊，就大只，系对。过来，这个物件三个字，伊是青色的，是款菜，蜡笔小新上讨厌食的。青椒，系对，台语，三个字，蛇相反是啥？蛇大，我甲你，上好就到这。
赢落去，还是会平抢咧？倒一队会当提走奖金咧？谁相反女的？谁？我跟你，雄厚的高家。两个你，啊，咱目睭有两，八倍，唔是啊，麻将，唔是，有的人要甲大的，可以会使安怎？变做大片八倍。会打落就变做大片的啦。目睭要大才会安尼。你本来无，啊你若打一个贴纸顶伊就有啊。本来一元打落才会变两元，这个多啥？安尼啊。安尼有人去刮去找医生啊。咱时间到啊，来，这哦应该是无定来讲，所以讲唔知影这叫做丁顺。来，双眼皮。我感觉我甲你上好的交情，有够赞的。来，看这分数。是啊，恭喜哦，这回哈你嘛是得到10分啦。其实足趣味的吼，就是看到迄个餐 A 的部分呐，大家想足久的，毋过有想到，啊，因就是细食吼，所以伫个人讲吼，餐 A 结对着穿脏水，吼，所以就讲你要落去是餐 A 就爱四加倍安尼吼。过来有一个就是迄个最后一个丁顺，迄个丁就是中福迄个中的另外一个音，啊顺就是一顺一顺，比如讲手挂一顺。吼，啊，所以丁顺就是双眼皮，吼，啊，然后有人咧问讲单眼皮要安怎讲？无定，切包无伫遐想讲单眼皮啊是啥物，伊就是无丁顺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咱今晚看分数，是两边拢足厉害，拢足厉害，拢10题，所以讲，拢有奖金哦。是的，来，先看咱分人啊的咧。因为分啊得到10题，所以嘛有5000块的奖金。5000块奖金。好，啊，那咱拿色的咧。嘛是10题，嘛有5000块。好，咱继续提这精神甲拼落去哦。今日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手搭定高机，台语安怎讲哦？是台语安怎讲呢？哦，咱这回哈吼有一个外国朋友叫 Kevin 过来啊，Kevin 过来啊，伊会用伊的镜头带咱来看台湾游览哪耍哪食哪佚佗，啊，但是若拄着袂晓讲，就转来问大家台语安怎讲哦。两位拢是新人嘛，对吧？算是。是，啊，拢即马拢演过台语歌无？有，演过。是，啊，你拄啊甲学尔着台语，拄啊。啊，你安怎背？就是一直看。有问人啦，有问人。嘿，啊你用什么方法家己想讲？不要紧，安怎排解？我稳起来。就深呼吸。深呼吸。啊，搁想一个迄台词安尼。是。对，啊，无就请教前摆。对。这2位拢是大前摆。我真正爱分享我家己的啦，我唔管吼，转去吼，我知我明仔载要打一场，我就开始背。吼背，我一面唔管是洗衫啊，然后摕起个落啊，洗衫机啊，洗衫啊，无就是煮物件，无就下水果，我就开始背。做啥物代志都一直念，就一直念。嘛是安尼。吼，因为你安尼念吼，你家己心内有基础了，你就袂惊。哎啊，去到遐我基础破好啊，你甲我骂要创啊？可能是我音唔对，我去改一安尼就好啊。是，所以讲甲这新人讲，唔免惊，怕伊就是一直甲练习就对啊。等下尽量讲哦，吼，我袂甲你骂，我袂甲你骂。请手搭了吼，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美丽这个来宾，我是第8岁来 Kevin。今天就我来到台中的新社的古堡庄园。那看卖吼，这建筑物拢是用这款吼砖头吼瓷砖来起吼这建筑物。啊，我今仔日第1个题目就是要出这物件啦吼。请问砖头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来，请问砖头的台语安怎讲呢？砖头哦，的台语安怎讲？来，咱请手答。
哎，你无试着，你无试着。你试过了，结果叫试啊，来，不能先钉头、钉头、砖头、砖头、钉头、砖头、钉头，你爱选一种，你爱选一种嘿。砖头、砖头，确定哦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砖头？发音唔对。唔对哎，加油！好，来，你现在头表演来看的哦，好，不要紧，来，什么桃花讲？几个字？头风啊！哎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两个字。砖头唔是诶，想看卖？戏内底捌讲过无？壁头，壁水哦，壁头。我感觉袂歹哦。哎，赞这抖音若讲袂歹，讲拍卡汤，真正吧，我感觉袂歹。你讲什么话？我讲一个。壁头，饼头，真好。来，老师是不是饼头？唔是，歹势。啊，这应该大家拢听过，只是唔知影要安怎讲。吼，不要紧，咱问老师哦。吼，来，老师。这有当时啊，迄头袂当直接翻译过来咱的台语啦，吼，啊，所以伫迄咱台语的用法内底，迄頭有真正頭，就是講魚頭、人頭，啊，佮有一款是頭前後壁，吼，比如講月頭，啊，佮來一款是頂管，比如講山頭，吼，佮來一款是所在，比如講後頭。然後你的後頭迄款的，啊，咱閣有一款就是咱即馬即款吼，你迄個頭是無路用的，唔免用出來。伫第一字，譬如講寶頭，吼，啊，心頭、舌頭，攏是頭前迄字。啊，所以咱即個磚頭是華語，啊，咱一般一個細細地啊，所以你就是講磚啊。磚啊！啊，佮另外第二個就是講，你會當講叫做磚仔頭，磚仔頭，係加一個頭安尼，係啊，有當時咱會講迄個細細伊細細角角嘛，所以咱會講伊磚仔角，磚仔角，係，所以攏總有三種講法安尼，係。是，不要緊啊，袂歹哦，兩個攏無得分數，繼續表演哦。好，來，今日話來，阿盧，加咱的幼樂，嘿，你是越南，算講啊，你知影越南語？我知影，攏會曉講。我以前細漢時陣佇遐讀冊，是，啊，我會曉講台語，是阮爸爸攏，阮兜宜蘭攏講台語，是，啊，媽媽攏講越南語，啊，佇下學國語。是，哇，讚，一群有三種話咧，對，所以講你台語攏聽有，嘛會曉講，攏聽有，也毋過就是有當時袂遐練轉。哦，向轉袂過來。是，啊，那咱阿樂啊嘛是同款是，嘛是有演戲，有演戲有好佚佗。好耍啦，啊，毋過嘛是做辛苦。好来，啊，这咱即摆先甲分数睇起来，看下咱的實力伫倒位哦吼。聽我講，請手答咱才會當試哦。加油哦！好來，咱請出題。哇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恁看賣哦，恁若來到這個台中的新社古堡莊園吼，會當看到這個真水的森林，啊，這森林內底吼嘛有這個步道，你會當來遮散步吼。啊，我知影要出什麼題目啦？請問步道的台語安怎講呢？請問步道的台語安怎講呢？步道的台語哦，好來，咱請手答。阿樂嘅，人家講者，試過未？步，你想看未？走行道。哦，袂歹，行道。確定吼？你要確定哦？確定。好，來，老師是唔是行道？拍勢。不要緊，來阿盧，機會來啊！阮阿嬤以前有講過，行啥物嘅，袂記哩啊？行啥物？行道，你拄仔是講行道嗎？我袂記啊。你袂記啊？以前都係講行道。嘿，你等下講另外一種講法啦。是。換一種。有想到阿嬤講啥？阿嬤講我攏會去行的。阿嬤是行的啦。阿嬤你去倒位行？嘿。都是行。所以你的答案就是行的。我真的想袂出來。我一直想到越南話。越南話打朋友。打
踏天哟，踏天哟，踏天哟，行刀，行刀，行刀，好来，好，来，老师行刀对唔对？唔对。又搁白手咯。有影这真正大家拢嘴拢讲行行的，袂去讲去倒位行行。去倒位行行。嘿，不过咱即摆来问老师，要去倒位行行？哦，来，老师。好，其实这是较新的词，吼，所以咱其实直接用迄个文音甲翻译就好啊。啊，台语莫甲想讲足困难的，因为骹步的步，啊，道是道理的道，还是讲所以大家常常听到什么乌道啊、白道啊咧吼，所以你两字甲倒起来叫做步道。步道。嘿，啊，另外就是讲，伊若有当时伫咧山顶，咱可能会感觉讲伊叫做小山路啊。那伫山顶，啊，毋过摊倒来图片，咱应该伫一般伫咧树林内底，吼，所以去行咧，去步道行咧，嘿，名词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阿姨，他甲阿嬷讲，嘿，咱来去步道行行，是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哎，恁是拢讲好的，我感觉恁应该是拢讲好的哦。我来看后一有讲好无？反正。好，来今日换人。免烦恼，手放喺另个顶面哦，会紧日甲分数摕起来，无安尼5000块掉遐，嘛是硬油。学生囡仔伫咧看哦。调讲车手台咱来当试哦，吼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卖哦，恁敢知影我后壁这是啥物件呢？这就是烟囱啦。以前吼伫欧洲的时阵，吼，因为足寒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吼就是爱去烧茶。为着啥物呢？为了保持因厝内吼较温暖，吼，安尼我知影，我要来出什题目啊？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烟囱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烟囱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哦，烟囱的台语安怎讲哦？请抢答。哎，搁讲好啊，阿姊你看，搁讲好啊。别安怎？来，请抢答，会晓想到就紧个试，哦，来先讲看提示一个。好，来讲提示一个。譬如讲，你咧徛后倒摆后壁迄支叫啥物？啊，坚持诶！哦，来，证婚。烟讲，确定哈？后壁袂使提示哦，后壁袂使提示。烟讲，天烟讲，哎呦，哎嘛袂歹呢，赞，天烟讲，就是一点天落嘛，对吧？哦，来，天烟讲，确定。天烟汤，哎呦，愈来愈厉害。天烟汤，你要喝茶天茶嘛是安尼？嘿，无唔对，天烟汤。好，来，老师天烟汤对唔对？我够厉害，唔对。好，来，老师这边。来，你机会。来，三日，嘿，骑机车后壁的嘿叫做烟当讲。哦，确定吗？我只讲是烟当讲。相信家己啊。相信家己。确定。烟当讲。嘿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烟当讲？对，健康。你7月期我就感觉讲你应该知影啥话叫烟当讲。哎呀，实在是。好，不要紧，分数先。恭喜咱开始得了1分哦！咱请老师解说哦，来，老师。好，正确是烟当讲，啊，伊唔管是放直的，还是放坏的，拢叫做烟当讲。因为迄个烟就是呛烟的烟，啊，迄个当就是这款形状的，吼，啊，讲就是规条安尼直直安尼，吼，啊，拄则伊摊仔讲的迄个烟讲，吼，其实是烟笔的烟，所以是一条迄个讲啊，啊，用迄个烟做的，迄个超人 Superman 啊，秘伫内底人就看无的迄款。啊，搁你讲天堂讲，拄天堂是迄个天顶的天，糖啊门，所以袂当得过道菜的。烟当讲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因为老师解说拢真正正确的，嘿，啊，你以后若知影，你嘛通啊，你共解说，是安那袂当念迄落啊，什么烟什么会啊，什么会，对。袂使叫烟讲。我偌准讲，你应该知。哎呀，伊就自信的。大家拢捌骑过乌多摆嘛，后壁迄啥会，你就应该知。而且囡仔是拢会去烫着啊，对不要紧。咱这边已经先开啊，即马后会使甲学生交代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哦，
因为你不晓讲台语。我袂晓讲台语，毋过是阿嬷细汉时阵教的。是。啊，结果入去因8点钟。因两出，即马台语会晓讲，是真正有辛苦。啊，我讲的台语较特别，因为有一个海口腔，所以是大家拢会记的安尼。哦，对啦，角色内底若有这种海口腔的，就该高嘴啊啦，对，因为我是奇奇怪怪，奇奇怪怪。陈水玉演妹妹啦。哦，嘿，安尼袂歹啦，对，是啦。嘿，阿达达咧。我嘛是有伫演戏，但是有只8点档对啊。是。我是算较高面皮啦，嘿，就是人较敢讲的，人搞名我唔惊，人对。是，因为我来讲，宜兰人的迄落啊，台语就是较普遍，大家拢伫讲台语。嘿。因为阮的母语就是台语，嘿，啊，甲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应该拢讲台语，所以讲加减，后你买菜嘛，迄阿姨也嘛甲你讲台语。哦，生活当中拢是台语。无唔对。好，来。秀坑的另个顶面，这边已经1分啊哦，来，咱来加油哦！听我讲，车手答咱在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叫一个面将我来甲你教一个哈。Hello， 你好。我想甲你教一个哈。喂。你今摆咧食啥物？我食猪肉排。猪肉排好食无？最好食。你敢有常来这个古堡庄园来佚佗啊？有啊。敢好耍？最好耍诶。哦。你这猪肉排看起来真厉害呢！哎呀，足香诶！好，足香的呢！我请食看卖好啊！哦，好，我来试看卖一个哈。我来摕一块，来，我来配一点啊，这个长头这个酱，来哦 ，cheers。喂，这个猪肉排真正是有够香呢！系啊，刚刚有吼，这长头的酱，啊，佮加这个蚝酒的味吼，有够赞的呢！你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吼，就入味啊，真赞！啊，怎样？咱来出这个题目，互咱的观众朋友好不好？好啊，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猪肉排台语安怎讲？请问猪肉排台语安怎讲？你敢知？是猪肉排台语安怎讲？请抢答。来。肉排就是扁仔骨嘛，对，猪的扁仔骨，应该是安尼吧？啊是叫猪排，我猪排应该是唔是肉排啊，是叫猪排。所以应该是猪扁仔骨。扁仔骨，扁仔骨，对。好，来，老师是唔是猪扁仔骨？会使。好，来分数。终于得到第2分咯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解释。好。因为伊就是即大家有人讲吼，就那像迄款，有人讲是像迄饼啊，就讲热头毛的饼啊，安尼一热。啊，毋过另外迄个饼，佮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嘛是相扯的物件。所以你去食炒米粉炒的时，有当时人会甲迄米粉人的，迄个叫做米粉饼。米粉饼。啊，所以你迄个排骨食就是那迄两支安尼，所以饼仔骨。啊，毋过伊要加一个排吼，所以就饼仔骨排，还是饼仔排拢会使。啊，另外就是因为伊规料。料就是条状的意思，迄个爱念做料哈。料。所以叫做平料骨，也是一支平鸡骨。刷了就是因为伊几排，所以买当叫做白鸭骨。所以拢总有4种安尼。白鸭骨。啊，你讲饼仔骨上了的。哦。谢谢老师。对，有缘去阮宜兰行。来，看谢先生，你讲饼仔骨。来鹿港啦，我请你食2件啦，好不好？来鹿港。只要紧，希望等下落港的吼，会当摕到分数。加油啊！好，来，今日活人。所以讲，咱这尽量讲自由，想要安怎讲咱就讲。尽量甲收落去对。啊，若像这边就足敢讲的。对啊。嘿，想到就紧来讲，想到紧来讲。是。所以阮队长即马较无压力啦。我凉啊。我带好你形容。就算我以后嘛是输你啦。所以讲伊要让你啊。好。不要紧，来，手跟在2个顶面哦。加油哦！我出题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嘛，我这后壁是啥物咧？对啦，这个后壁就是一个瞭望台。这瞭望台，你敢知影？古早的人就是咧做啥物咧？哦，以前啊，就是有一寡卫兵哦，在咧站守。哦，你看敢有敌人咧来？好，我要来出题目哦。请问
瞭望台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瞭望台的台语安怎讲？瞭望台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身拜。是要牛力啊，是要牛力，紧试了，紧试了。唔知答案嘛爱试嘛？系啊。你若想讲啊，你若甲翻，也是安怎会安怎讲？你也唔捌听过啊？是。啊，我直翻好啊，瞭望台。确定哦？确定啊，因为我嘛唔知答案啊。男女主角共台拼这题，什么人会当提走1万块呢？瞭望台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身拜。是要牛力啊，是要牛力，紧试了，紧试了。唔知答案嘛爱试嘛？系啊。你个试了。你若想讲啊，你若甲翻，也是安怎会安怎讲？你会使试看卖。嗯。啊，若无就直翻，因为我唔知真正唔捌听过啊。是。啊，我直翻好啊。好，来。来。瞭望台。哦。哦，袂歹哦。袂歹哦。确定哦。我确定啊，因为我嘛唔知答案啊。瞭望台是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瞭望台？哎，啥对？甲你讲，莫想济啦。这跟他度假去的报道是同款的意思。是，我好来分数。恭喜哦，卡波啊，2得到1分。这个另外讲法，好，咱来听老师解说。来，老师。好，直接翻译吼，啊，毋过伊的发音咱来叫做瞭望台，瞭望台，就是迄个明了的了吼，啊，另外迄个望就是希望的望，吼，有2个音，啊，毋过咱若准讲要看物件，毋是希望咱会念做望吼，所以你若用了用望，拢是看的意思。你阁有其他的讲法，包括即个望高台，望就是台，种远的所在去看就。阁有远望台，哦，系嘛是安尼看，嘿，啊，阁另外一个，一般咱迄个台是一个平台，有当时因这起做规楼的，所以你买当甲摊倒遐个树，拢甲变做迄个望高楼啦、远望楼啦，阁有瞭望楼拢会使，嘿，所以你的排列组合，咱台语是足活的语言。好，来咱请回，我来看这分数，来。对啦，咱来看一下哦，看阮粉红这边，嘿，运气袂歹，上尾一题得到1分。所以奖金是偌济？奖金目前为止嘛是5000。是，好，啊那咱这边拿色的咧？哦，下叫得到2分。哇！好，啊那奖金呢？他起你了，即马奖金有15000咯。好，咱继续哦，哈，好，今仔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，这个回合就敢若有3个答案，就是 A、B、C， 吼。这就是拼上楼，甲上尾啊命上多啦。无唔对，啊，咱这个回合嘛是命上多分数都有啊，嘿，而且奖金就是2万哦。哦，啊，甲进一个佫踏起哩哦，都3万哦。是，好，我想问阮这边粉红啊，嘿，主纯，你有感觉你要安怎做阵啊？应该是要先看吼，这个答案吼，看有把无。哦，若是真正有把，阮就全部拢选共一个答案。若是无啥有把无，可能就是。分散风险，嘿，分散风险对。嘿，啊，那咱这边的咧，阮这边吼，等若是有答案，阮会先问伊啦，因为伊大部分讲的拢是唔对的，阮就是删除，先把迄个答案划掉。所以伊是出了名的坏嘴的对吧？伊反指标啊，嘿啦。哦，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高雄以前的地号名叫做打狗。啊，恁敢知影？啊，阁有另外一个，嘛是咱台湾捌出现过的地号名 ：A 打鸟 ，B 打鹿 ，C 打虎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是打鸟、打鹿、打虎，是。这较罕你听啦。系啊，有影有影。打鸟，打狗大家拢知啊。对啊。打鹿。那就怎么想？你们怎么想？3。
2、1，好来，麻烦请起，来请起，来哦。哦，来我看一个哦。哦 ，C C A A A， 哇 ，A B A B B， 哇，真正拢无讲。哦，那是有诗就好笑啊。你感觉是打鸟遐有主？打鸟敢若有听过？我听过。其他敢若无啥印象咧。嘿，我嘛是，阮是讨论出来的。是。啊，为什么会选打虎？刚刚有听过打虎。打虎，打虎，打虎是打虎。大家好，分散风险嘿。好，啊那咱这边的，你想哪是鹿的？阮会先想讲有鹿港啊，然后啊毋过那个玉轩讲打鸟敢是嘉义。哦，我听过，因为伊是老师，是，所以讲你那风险嘛，伤委屈啦。万不你若打好，你就再见啦。不要紧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麻烦恁把我CC拢甲试掉，对，好，安尼啦，加3条命，对2条命，2条命，好，来，咱就听老师来解说哦，来，老师，好，咱的答案是打鸟，啊，这打鸟就是家己的民雄。啊，像咱走民雄出来，因为伊这是平埔族的达巴哈这个部落吼，啊，后来人家用迄个达巴的音听做打巴。毋过打麻听起来无好听，啊，佮足侪闽南人就甲写毋对字，变做打鸟。啊，日本人统治咱的时，伊就感觉讲啊，这个打鸟啊是打麻拢无好听，因就用伊日本的迄个语词来改这个名吼，像高雄是有迄个乡，伊是塔卡哦，是港口的意思。啊，这个打鸟伊是达米哦。达米奥是田尾的意思，所以因就是把这个名改互较雅的，吼啊，所以打鸟、打狗拢是迄个日本因当时改的名。好，好来，麻烦甲我取消。请起后一题。哎呦，3条命、2条命，我变落去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戏边卡徛久就是你的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坚持就会成功。啊，你敢知伊原本的意思是咧讲什么呢 ？A. 徛久就会使上台表演 ；B. 就会使得到女主角的爱 ；C. 就是会使摕到看戏的好位置。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是会当上台表演，还是会当得到女主角的爱，还是讲看戏的好位置？好，来。戏边卡徛久就是你的。这定定你讲。对啊。我觉得 B 不太可能。对 ，B 不太可能。差不多啊，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请起。请起答。来，3条命、2条命。来，你的答案是。这真正你红线啊，分线哦。你看，哇 ，A、B、C 啦，啊，只干那 B 甲 C 啦，反指标嘿。你感觉？你感觉是倒一个？我感觉是 C 呢。哦，你感觉是 C？嘿。啊，啊，伊个选 C。参。哇！好甲食不过有当时吼嘛是爱信任，我是感觉。系啊，你排队排较久就是徛久嘛，然后你会使排较头前来排较久。我好的位。系啊，我感觉是安尼。诶，伊这道理袂歹哦。好，来，我看这边，你嘛感觉？我嘛感，你感觉是女主角？我感觉我是感觉较无哦，对不对？你无把握。伊分配互我叫我饲米啊！你讲你要饲 A， 是要饲 C， 我饲啥？伊讲你就饲米就对啊！啊，伊是队长啊，你是队长。我来讲，做阵的时阵哦，都已经无好落什么队长什么很多啊啦，嘿，拢共款。我来上重要。是我来上重要的吼。所以讲，你会感觉你的答案，那你家己心里卖听伊讲。我原本是想讲应该是 C， 因为我感觉 A 是伤过简单啊。哦。一时阵应该想讲 A。我唔过恁制作单位无可能吼，恁都足干呢，一点都困难嘿。所以感觉应该是 C， 应该是看伊的好位，徛足久的嘛。哦，对。那像咱这摆排足久安尼。对。我来看一下，
这位迄落啊，分配，因为我较直嘛，啊，伊的意思就是会啊，啊，毋过就感觉安尼会伤简单，啊，就是可能以前咱去看布袋戏啊，还是安怎带去看戏啊，啊，就会摕一个椅仔当下等呐，啊，就感觉你等久，你就能看到上后尾脱衣舞啊，都精彩的对啦。不过咱无甲这甲因分享咧，这都无讲。因为我是感觉毋过为着团结合作，我就选 C。是哦，但分开安尼啦吼。啊，若是咱注意，我是感觉讲卖想济啦，就是顶面的意思。哦，就是徛久啊，就会上台表演啦。好，来，真好，拢有答案嘛吼，咱来看一下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一条啦，好，麻烦恁 A、B 甲我试条。讲白手啊咧，又讲白手，恁搁讲好啊？对啊，一名对一名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好，咱古早是迄个庙埕，若咧演戏，迄边仔拢是要因要演的是较大的吼。啊，而且无像戏院有座位，所以大家不管是徛椅头啊，还是徛咧看，若人山人海的时，拢爱一直占位安尼。啊，有当时你着爱徛，就是爱徛咧看啦吼。啊，有的人就是挡袂牢，爱徛伤久，因着走啊。啊，所以咱人即句就讲，你爱有迄个耐心耐力，吼你。认真拍拼，啊，就会当有迄个占到你的地位安尼吼，有一个骹步安尼。啊，搁来伫迄台仔顶，咱一般拄则因为第一个有讲徛久就会上台表演，迄是以演员来讲，啊，这戏对咱的俗语内底有足侪迄款真好的句。譬如讲，台顶3分钟，台骹规厝经，这嘛共款是咧叫人爱拍拼认真，啊，就是一直拍拼。绝对会当演出足好的戏，啊，徛到足好的看台的位安尼。哇，两位表演啦哦，好麻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句话咧讲，蚵仔鱼煎水是讲这人安怎咧 ？A. 无菜工 ，B. 唔认输 ，C. 爱食番头草。水底的鱼啊，你讲伊无死，伊袂死嘛，无菜工嘛。伊本来就是鱼啊，伊去伫内底嘛是。去做深的所在，啊嘛是无菜工，伊嘛是一只鱼。啊，听无？是你安怎走嘛是共款迄只鱼啦，永远免想要翻身啦。对。蚵仔鱼煎水是咧讲人安怎咧？哦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，请开始哦。蚵仔鱼煎水，蚵仔鱼煎水，煎水哦，是无菜工，唔认输，还是爱食番头草？番头草，什么是番头草？现在问老师，应该是迄落啊。哦，好啊，有想法啦哦。较等就起，好来，时间到哦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麻烦佳琪。哎呦，哦，不错哦。你写那是选 A， 无菜工。哦，无菜工。无菜工蚵仔鱼，阮是又伊是乌鱼，就是有乌鱼子的那个鱼，然后一浸水就是伸到海里面，所以好像它本来就是，伊本来就是鱼啊，伊去伫内底嘛是。去做深的所在，啊嘛是无菜工，伊嘛是一只鱼。听无？就是伊安怎走嘛是共款迄只鱼啦，永远免想要翻身啦。对，谢谢阿松老师。哦，鱼就是鱼啊，无会变鸡哦，对啊，无可能你落去海底变海洋变大只变。哎，对啊。袂歹。好，来，咱这边选呢。嘿，伊个是听阿德拉讲，嘿，对。其实我嘛是无听过一句话啊，假如讲蚵仔鱼煎水就是，你讲蚵仔鱼煎水伊无死。嘿，哦，你讲蚵仔鱼我们水底的鱼啊，你讲伊无死，伊袂死嘛，无菜工嘛。系啊。对啊。哦。我是用药的啦，系啊，有道理，刚才较有道理啦。我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 是，哎，
无认输啦，无彩工啦，真正有影，即马都无彩工啦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请试失败，请试掉。哎呦，两边拢无命咯。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好，应该是迄时恁感觉足奇怪吼，是蚵仔鱼嘛吼，啊糋水迄个要念做糋，吼糋水，啊伊就是华语讲的逆流而上，吼，啊咱买当叫做糋捞，足侪鱼仔有即款迄个个性，吼，啊就是为虾米爱糋去迄个就是顶悬的所在，因为遐水较串流，所以较侪迄个上手，就是 oxygen， 就是迄个氧气，吼，迄个氧气。啊，就因为安尼，伊款就是爱拍拼去找家己的生路，吼，你有拄着困难拢免惊，莫认输。好，咱今日来看一个分数，吼，来，阮粉人啊这边呢，啊，无半条命，所以无摕到这回合的2万，但是还有进前的5000块。5000块，好，来，咱拿先这边咧，同款嘛是无分数，但是因进前摕到奖金只嘛有15000块啦。要去最后一个回合啊！爱摕奖金吗？一定爱甲摕到哦，吼，恁就替因加油哦，吼！今日咧摕奖金，游台湾。摕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摕奖金游台湾。是，咱即马奖金偌济？哦，咱即马奖金15000块。15000块，所以讲换做票数就是15秒，1秒1000嘛，15秒。哦，哇，安尼敢有够？我甲恁加30秒，好不好？30秒加因的15秒呢？就变45秒啊！哇，加油加油！哦，今日的题目是咱要去摇啥货？哦，咱即马要摇咱台湾的家子。是，好，来，咱即马甲摆一排。先摆一排哦，第一位，咱的队长来哦，紧的哦，阮制作人伫头前看，就是意思讲，你紧的甲奖金摕到登去啦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好，我签名。对，赶快签。好，来，咱上个请出题。请问台南麻豆这是什么？拔啦，油啊！正确，上拔啦。过来，这南投玻璃。来，那是什么？百香果。台语。是金果，是金果。我算你对啦，因为阮台讲是金果。过来，嘉义义德，这什么？桑葚。台语。桑心。桑仔。不是。桑仔。桑仔。是桑。松仔。山仔。题目迄字是什么？生仔。生仔。哦，正确。来。中华里拿这。会龙狗。啊，正确，过来。宜兰这夏碧龟。哦，正确哦。你拄阮家乡啊？嘿啊，咱家乡，嘿，咱家己故乡啦。来，麻烦。第一个是麻豆吼，啊麻豆其实是麻豆是目睭的意思，地方族的语言。啊伊叫做油啊，不过因为后来因地方的人感觉要甲号一个较好的名，所以叫做文旦。文旦。啊，煞来迄个四季果、南豆啊是溪头玻璃遐足济吼，啊因为伊的花的形。就是那像迄个日本洛克安的时钟吼，所以叫做时钟果、四季果拢会使。然后迄个家己生水，因为安尼一水嘛吼，生水还是生材吼，这拢会当讲，还是有人讲盐酸啊，吼，啊不过阮拢讲生水安尼。啊，刷落是迄个中华是林的迄个红龙果，还是火龙果拢会使。嘿，啊，过来就是迄个哈密瓜，吼，迄是叫字番。毋过咱台语有一个更较好听的名，就是因为伊拢芒仔形的，啊，咱伫迄个咱的身躯还是猪仔顶悬，因有一层油叫做芒西油，所以叫做芒西瓜。好，若搁好，咱搁看分数搁较好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奖金偌济？因为头拄仔迄个算足算的拢算袂出来，所以即摆剩3000块啦。好，咱即摆进来去颁奖。颁奖！恭喜啦！虽然讲少少啊，但嘛是奖金啦吼，3000块。迄是阮的
淡薄仔心意啦，是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啊，奖金哦，其实唔是重点，重点是咱咧学习的时阵。是，今日啦，真可惜哦，阮有一个单元叫做4字到1字，恁无佚佗着。啊，不过哦，阮这有迄个 app 哦，嘿，迄免费的哦，恁若登录，啊来试看卖，啊后续再过来摕奖金。吼，啊你若过关了吼，你感觉家己成绩袂歹，通啊报名来参加。嘿，啊观众朋友嘛是共款，阮这拢免费的哦。嘿，你若登录来，啊家己拼看卖，啊若真正感觉家己成绩嘛是真好，麻烦你报名来参加阮的好啊节目。全国排名，前几名拢会使来。是，啊而且吼，这个会教咱吼台语的正字吼，像阮这就正字啊吼，你看我阮这啥？拍片，拍片，对，台语的拍字这字，哦，拍片，啊，他对你说的打吼，迄字就是打狗的打，是，好，今日学真济哦，啊，都爱谢谢咱的老师啊，谢谢咱的龚老师，感谢洪旭洪老师，谢谢。嘿，专家有地位，啊，咱斗阵拼台语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咯，再会。谢谢，再过来镜头，哦，厉害，老师。